爱讲讲，不是讲讲啊。不是，我要让你们了解。大声卖大声的啊！我要先让你们了解，安平我。我要先让你们了解，我要先让你们了解。那就很乱他啊。们那个你们帮忙，车多落去哦，给他边仔一个。哦。你来跟我进去听一下，他们怎么来的？相不相信？对啊，我希望你们能够，所以我是来传导说，要不然去听一下，人家是怎么，不是说你，不是拢一直恁出来，伊家己买。对，伊不是当初叫阮对人无对事啦。但是怕说讲，怕说你们就讲了又不相信啊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来理性的处理事情。来，他说那个老师啊，被他儿子阻挡，然后不要让他出来。对啊，警察也很为难，其实他就出来道歉，其实就很简单了。然后那个警察要进去讲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去接人小朋友一下，因为太乱了。我不知道老师家在哪里耶。真的，警察真的很辛苦。他说儿子来时，他不给他来。对啊。啊？要来了，要来了。而现在又说老师要来了。真的看到那个影片，真的很生气。我要带小孩。影片要上网查。哦，那个是我侄女。对啊，他就自己不出来讲啊。
有影片。我看看那个老师，你有给他带过吗？真的警察真的很辛苦。他没开过车啊，他自己没开过车。真的，小孩到现在都觉得很不敢去上课。对，可以处罚小孩，但是要适当即可。是我侄女。哦，园长出来了。嗯。对，是N的小孩。好，那两个。我看你声音。我的手机比较哪一个？是哪一个老师打的？哪一个啊？打人那一个啦，对啊，不是啊，那老师打是哪一个？打人的嘞，打人的是哪一个？打人的没有在这里啊。动手那个没有来。最主要是动手的吧？啊，口罩为什么不拆下来呀？武汉呢？动手哪一个啦？没出来，没出来。虽然他们在旁边，动手的嘞啦！动手出来啦！小朋友在惊啥哈？你们都在小朋友面前打人了，就惊啥？好，等一下啊，再过一下好不好？再过一下哈。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哎，这个。啊，敢打人不用戴口罩啦。戴什么口罩啦？帽子拿掉啦，帽子拿掉，帽子拿掉！帽子拿掉啦。就这个老师，你要看到这个老师不要。先到了，先到了。无你查某的要讲话，无啊先甲我腾起来啦，再蹲一个蹲中啦，好不好？戴口罩嘞！你唔知进中山市在脱帽是不是啦？如果你的小孩被打，你会怎样？你是好，那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拿帽子啊！拿起来，帽子拿起来啦！对啊，帽子先拿起来再说好不好？为什么你要扒他的头？为什么你要扒他的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扒他的头？对不起啦，听无你在讲啥？对不起。没听到啦！对不起，要警察干嘛？啊？不是啊，为什么要扒他的头？一个4岁的小孩，你为什么要扒他的头？我们要的不是你们的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不要听你说，我们要当事人讲。不会脱帽子吗？这样子跟人家道歉是很有诚意吗？
有看得到他的脸，打了一台眼睛都看不到，遮成这样。动手打小孩，为什么要打小孩？动手打小孩，如果你的小孩被打，你会这样吗？旁边在看而已。对呀，旁边跟着围看而已。啊，为什么在打的时候旁边几个老师在看？不是啊，你们一直道歉到底有什么用？能解决什么？哎，他现在扒得很大力耶。大概有4、5位以上的家长都是这状况，包含4年前有什么状况？我们这种状况是持续下去的吗？我们这几年来有这样多少次家长这样说过？没诚意啦，没诚意啦。你是这么处理的，可以这么解释一下吗？对。如果你不想，要不要请院长解释一下这几年来有没有就是国内差不多？为什么？帽子戴身上包成这样，都很压。重点是5、6个。为什么到现在才把这名老师给解散？没有，他帽子真的要拆掉。叫你无啊，疼来啊，我不想来笑啊。打过几个？你打过几个小孩了？哎，Melody，叫你女儿出来啊！是我，你有没有小孩啊？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了。干嘛你也你应该在很多年前就有接过家长的一些检举了吧？为什么到现在？太多了。打开了啊！这间幼稚园不要再读了啦！小孩子哪天怎么死都不知道。说再多也都是我们的错了，但在这里，先这样，你先吃。改过，再劝你们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哪几个小孩？这个叫忏悔，这个叫忏悔。个案的好几个家长都在这边的哦。不是你打的啊！我要他讲话啊！让他讲大声一点。再跟他说对不起，可不可以？不是啊，你在讲废话干嘛？4岁的小孩哎，帽子脱掉了，先惊啥？打了那么多小孩啊！大声说是爱打，敢见人呐！啊，不是很凶，对，不是在拍吗？不是在学生大家面前骂他吗？这个得你考一样啊！不是你要对不起啊！不要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说帽子啊，怎么可以？人家怎么知道你长怎样哦？闹你讲哦，就没有诚意啊！帽子脱不脱啦？那就粗鲁一点，你要不要看一下影片呐？帽子脱掉道歉。你曾经诚意道歉，你们3个老师，吴伟雄老师，我女儿有多喜欢你？你在前面带动，你一点制止都没有，你儿子也在学校。艾比老师，我有多信任你？我们也不是没有共同好友哦，是不是？你们3个还有办法开心的出去玩，给我打卡，觉得幸福。幸福些啦，幸福！你们从礼拜4到现在，我的心情有多崩溃啊？你知道小孩现在都不敢去上课。戴个帽子道歉是怎么回事？上精油课觉得很幸福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把我人生搞得一团乱，我女儿今天要这样子，你们觉得幸福？魏雄老师，我女儿超喜欢你，今天这样子，你在前面，你不制止；艾米老师，你在旁边帮人家绑头，你不制止；Kiki 老师，我今天我是跟你好意的讲哦。你进去到底跟 Melody 老师转述了什么，导致 Melody 老师把我女儿当众叫过去骂，叫过去打。好，这间幼稚园你们也不要在那边帮忙了，对不对？帽子还不脱是不是的？你到底要不要？这就没有诚意啊！打那么多小孩，没有打的都没有戴帽子，你打小孩都戴了帽子。代表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你一六零招囝嘞，香港哪里懂啊？真的都看了嘞，真北干。FB 封锁了。找你呢。帽子到底要不要脱啦？都没有诚心诚意啊！而且你女儿还说什么？你女儿说什么？你女儿说我八头，你八头，我讲的太夸张是吗？是不是？叫你女儿出来呀！老师，哎，干嘛要跟我呀？你女儿说那个是什么意思？请问你今天你女儿也有小孩，她今天说那个是什么？刚看哪个人动，根本学会去了啊！哈！她为什么敢这样跟别人讲？你有没有体会过我的感受？你今天你也有孙子了。如果今天换成是你的孙子被这样对待，你怎么？你作何感想？交通那个崩坏，好不好？
帽子啊，干，都没听啊。就基本的啊，基本的道歉，这样叫道歉。敢打人还要戴帽子啊？这样人家怎么知道你还会不会去上课？现在是觉得我单亲好欺负吗？是不是？你是做起来，把我看掉啦！给人看。口罩不会拔掉。回来啦！什么叫今年全新啦？我好容易搞个掉啊啦！那为什么要打？你们很诚心有出来啊！今天那个老师的小孩就不会在那边跟我说，跟别人说我很夸张。什么叫做我很夸张？被霸头而已。我不管被霸头叫很什么叫做被霸头而已？什么叫做被霸头而已？我很夸张。和解，请问我们当天有签和解书吗？我希望你们诚心诚意的道歉。我的诉求就是这样，你们隔天还有办法给我 po 文出去玩，觉得很幸福，觉得很幸福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怎么要我今天怕到嘴人啊？那有差？今天这件事情，你管教